車站美食城掃街攻略，啱啱9月尾開張啦！第一站先食梳芙梨，望住店招精真係好治癒，咁睇就知有幾鬆軟啦，好凍 L，叫咗士多啤梨同藍莓，超靚打卡之餘仲好有蛋香，仲有冷熱咖啡飲，佢哋係情侶檔咁樣一齊開，店住都好 nice。第二間去咗洋洋潮汕小食，多少錢？55哦，好便宜喎！真係好足料，整嘅時候已經香噴噴。係咯，更多蠔仔喎，15蚊。仲有啲芫茜喺上面。哇，真係熱辣辣，勁香啊！第三間梅園伊麵，枸杞葉10蚊就有嘅枸杞豬雜湯，招牌撈麵只係12蚊，加埋蒜蓉葱撈撈撈。枸杞豬雜湯真係好滋潤啊！佢哋撈麵仲有埋肉碎，勁大碗咯。短期有魚蛋啊，牛丸都喺齊全啦入邊。好足料啊！嗰度仲有唔少鋪頭適合買手信。湖口岸之後行到過嚟，見到港深城際啦，之後繼續向前行。